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歹果教子，歹人教言语。这意思是字济肉较少的果子呢，会互人嫌；那被认为是无好的果子，嘛被用来拜拜。啊，若讲会讲人用啊话批评别人，不要自我检讨的人，这是品行无好的歹人。啊，要经果子的时，当然爱详细，爱经籽较少，甚至是无籽的，才会影响到水果的品质以及食水果的心情。像花莲无籽水果，就针对市中的消费者，啊，经水果爱慎重，结交朋友更加谨慎，注活有质有量有多文。必须听其言，而且观其行，才袂误交损友，遭受拖累。所以讲，对着爱讲人尻川后话、爱批评别人的人，唔通深交。今日即讲的俗语是：歹果教子，歹人教言语。